四旬期第3週星期二，達尼爾先知書3章25節34到43節，馬竇福音18章21到35節。小德蘭福傳之友曾慶到神父讀經反省。2026年3月10日，耶穌基督，以色列人背棄了與上主的盟約，遭到了重大的災難。今天亞匝利亞代表了以色列人向上主的懺悔。由於我們的罪過，我們比任何民族都渺小。我們今天在全世界上到處受輕視。目前我們沒有元首，沒有先知，沒有，但願我們能藉住懺悔的心和謙遜的精神蒙你悅納。但願你按照你的寬容和你無限的仁慈善待我們，拯救我們離開了天主。我們人其實真的是虛無的，什麼都沒有。我們犯罪嘗到了犯罪的苦果，能夠因此悔改是很棒的。知錯能改善莫大焉。但是為什麼我們從一開始不努力的根本不去犯罪呢？為什麼一定要吃了犯罪的苦果才會覺悟，不見棺材不流淚呢？我們不是有理智會反省的人，不能從歷史中吸取教訓的嗎？今天福音耶穌的比喻中的國王代表了天主，他寬恕僕人所欠的巨大的債務，但是這個僕人卻沒有寬恕他的同伴欠他的很小的債務。要寬恕確實是需要懂得反省，將心比心，也要有大度量，虛心向天主祈禱，我們的度量才會變大。其實寬恕別人最大的獲益者是自己。因為我可以從過去的痛苦包袱中脫離解放出來。天主的度量很大，人的度量很小，所以很難寬恕。幸好在最後審判時，審判我們的不是人，而是天主。但既然我們渴望得到寬恕，讓我們也努力的藉住天主的恩寵給予寬恕。